Hello，大家好，係我啊，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5月2日。記得上年莊哥最後一次錄片嘅時間呢係8月份嘅。舊年嘅地產市場呢，可以講話係慘不忍睹啊！樓價真係斷崖式咁下滑，啲住宅呢，幾乎上係要蝕咗成30%啊40%至可以賣得出。揸住啲工商鋪嘅業主仲慘啊！聽聞呢50%都賣唔出去啊！慘不忍睹嘅情況呢，莊哥真係冇乜嘢可以錄嘅。但係呢，個個都話香港係福地，真係冇錯嘅。喺今年嘅2月28號，咁一個中東戰火一開之後呢，香港嘅地產市道呢，好似突然之間被震醒咁啊！唔係震散啊，係震醒啊！突然之間湧嚟好多賣盤，有好多買家將所有啲賣盤吸納晒。而莊哥啊喺呢個時候開始呢，都發覺呢好多啲人呢都揾阿莊哥睇樓，啲睇樓量真係非常之多啊！而啲價錢呢又見底回升咯，睇嚟今年嘅地產市道呢，可能真係會有番景象啊！尤其係聽聞呢嗰個已經退咗休，話揸住啲錢使極都係使住面嗰陣嘅嗰個紅色軍團嗰個退咗休嘅總設計師啊，佢自己竟然真金白銀都攞錢出嚟買層樓，走嚟做宿舍喎。你就知啦，一個老而不休嘅人，而家竟然老驢伏楫，又重出江湖，指點江山。今年嘅地產呢應該係幾好嘅，所以啊，莊哥呢都見獵心喜啦，咁諗住今年呢都會有啲好多有趣嘅事，咁啊希望可以錄出嚟呢，就俾大家分享。但係今輯嘅錄片呢，莊哥就唔講地產嘅日事啦，而係講下莊哥呢喺深圳就醫嘅經歷嘅。事緣尋日呢，就係5月1日勞動節啦，早上呢，莊哥就帶人去睇樓，咁啊睇樓之餘呢，可能行得多呢。咁莊哥嘅右腰呢就痛喎，同埋個右腿就發麻嘅，咁被逼呢痛到呢就取消咗餘下啲約會啦。其實呢，莊哥呢喺舊年呢就已經係診斷咗有右邊嘅腰呢個椎間盤有少少突出嘅，行得多呢就會痛嘅。咁如果唔行呢就冇事嘅，但係莊哥就唔想放棄工作，唔捨得呢份工作啊嘛。但係呢行要成日跑山噶嘛，咁所以呢，莊哥呢都一路都有做物理治療嘅，好呢，壞呢就時時有嘅，咁啊時好時如時好啦，一直咁都係冇乜大礙嘅。但係琴日呢，就假期喎，咁冇辦法揾到醫生，咁冇辦法啦。咁好在呢，莊哥呢都走慣江湖啊，都識得危機處理嘅。所以咧，莊哥咧就毅然咧就即刻走上去深圳去做物理治療。咁尋日咧，莊哥係去咗羅湖區嗰度近金剛城、金剛華廣場啊，有一間叫做人民醫院嘅。咁點解唔去港大深圳醫院啊？唉，一來遠啊嘛，二來咧係要預約㗎。咁琴日咧，莊哥上到去呢間叫做人民醫院。咁我即刻就去登記，咁啊即刻就做咗物理治療。咁大約呢就2個零鐘頭之後呢就做完出嚟，咁一身都舒服晒。咁就唔好話即刻冇痛啦，冇咁神奇嘅。咁起碼今日唞翻下，唔做嘢呢，咁都冇事㗎啦。咁呢間人民醫院呢，其實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嘅。咁莊哥特登喺度介紹佢呢，係因為佢第一，佢收費平，第二近羅湖區，第三佢呢係唔需要預約嘅，因為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嘅，而且呢，佢嗰啲專科啊，香港人要預約㗎嘛，我哋上去呢，即叫即做嘅，非常之快嘅。咁所以呢，莊哥就推介下佢俾大家，或者呢都有啲同僚呢、同事呢，或者係同行呢。都同莊哥一樣有一啲咁嘅腰間有啲事，或者係需要啲物理治療呢。呢間嘢係可以考慮下嘅，
快靚正。咁沿途關於佢嘅地點呢，咁莊哥都錄影咗，咁下邊呢，俾大家分享下。當日莊哥係選擇咗佳寧拿廣場旁邊呢條春風路，一直向前行，一路咁行，行到盡頭呢，就係呢一間深圳人民第5醫院啦。佢嘅正門呢，就係喺南湖路，咁一直向前去，咁去到門診部嘅地下，咁我哋就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港澳同胞嘅來往通行證去登記㗎啦。咁登記費用呢係25蚊，咁選擇自己嘅專科醫生，咁我呢就揀咗呢個康復醫療科，就即係我哋嘅俗稱嘅物理治療啦。當日莊哥係選擇咗針灸治療同埋超聲波治療，咁花費係132人民幣，同埋時間有冇係1個鐘頭左右。香港人上深圳睇醫生呢，通常都會揀上高嘅深圳廣大醫院嘅。咁因為佢係用港式嘅醫療方法啊，同埋呢係醫療券可以用噶嘛，所以都好多啲長者啊、老人家都揀呢個廣大醫院嘅。莊哥呢其實都有去過1、2次，不過呢佢真係好遠嘅。咁為咗方便下大家呢，我就有下邊有個圖呢俾大家睇下，佢係點樣去呢個廣大醫院嘅。如果我哋坐東鐵由紅磡總站出發，大家呢都準備好2個至2個半鐘頭至好啊！最快就當然係喺福田口岸嗰度過關啦，然後喺福田嗰度呢，就坐有4號線轉落去呢9號線，咁啊入到去嗰間叫做深圳灣公園呢個站，就係廣大醫院站嘅。咁為咗方便香港人呢想去上高呢個廣大醫院呢，咁佢個醫院嗰度呢，亦有班呢叫做 R27嘅號線呢，就係喺福田口岸嗰度可以去嘅。但係咧，呢個 R27嘅路線呢，佢係單程巴士嚟嘅，坐位得嗰10零個，通常呢成日滿嘅。咁如果企喺度呢，就摁下摁下呢，都成半個鐘頭至去到。所以有時莊哥都建議呢，如果你上去呢，一係你就打滴滴車，或者你坐地鐵啦。咁另外一個快捷嘅地鐵嘅途徑呢，就係喺羅湖嗰度坐9號嘅路線啦。咁由9號個人民南路嗰個站呢，咁去呢個深圳灣公園呢一個就係廣大醫院嘅出口嚟嘅，其實都要成個鐘頭㗎。好啦，今次嘅錄影呢就到呢度為止㗎啦，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啦。記住啊，病向淺中醫，真係啊，有起事上嚟呢，細細嘅病呢，唔好睇輕佢啊！快啲去治理啦，咪到佢大嗰陣時候呢，大咗病情重咗呢，咁啊真係麻煩啦。何況我哋同深圳咁近，隨時上去，咁可以幫補下香港繁忙嘅醫療啊。好啦，大家再見啦，拜拜。